的曲线一样。林卡东湾中，帮助我们定了舞。林卡东湾中，林卡东湾中，林卡东湾中，想想又去唱了舞。我是第2次，之前路过一次，但是吃了个饭就走了，所以没有能感受到特别多的蝶步。那你来到蝶步之后，对我们的感觉印象怎么样呢？这次是第2次，然后今天我们去了趟那个扎尕那。虽然那个今天的我们可能去的有点晚，所以它那个云没有在半山腰，但是我有刷到视频，就是真的是有一种一半仙境一半烟火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像人间仙境一样，非常的美。对，咱们这次这个音乐节也是扎尕那以为主题，扎尕那青歌音乐节。你觉得你参加咱们这个音乐节之后，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觉得观众好热情啊，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感动和动力，所以我很感谢他们。那你有没有想对咱们蝶步舞蹈小姐说的话呢？就是非常感恩大家的喜爱和支持，然后祝大家一切心想事成，吉祥真真，来了。